今節講出家啲簽名書30第5節樣講，攏總上帝嘅話語都係照嘅，意思真裝嘅，冇參冇假嘅，上帝嘅話語都照嘅，佢就係出家嘅定牌，係每年要出家嘅做家嘅撇難所，上帝嘅話語能夠做出家嘅撇難所，上帝嘅話語能夠做家嘅停牌，阿沙出家。相信佢上帝係自家嘅救主，自家得到家嘅恩典，因為家嘅話語都係照水嘅。亞約42第2節樣講是家啲佢講愛啲，上帝能夠做一切，上帝鋪排障礙冇失敗，上帝鋪排本是個相信佢啥，一個前面一個前途。冇失敗，一定得到勝利，一定得到得勝嘅路。雖然行呢個路途要不實，要煩惱，要痛苦，係講你相信嘅話語，嘅話語照水嘅，能夠看待你，給你同在，過途途節節嘅煩惱，途途節節嘅痛苦，帶你去得勝，也就係用到信心，相信耶穌基督。係日叫做當地祝福，係家阿們。